大家好，又係我布丁啊！上集就帶咗你哋去揸啲山嘅駿譽睇一個無邊際嘅特色湖。今日布丁都嚟到駿譽，但係睇2座嘅特色湖。呢間特色湖有咩咁特別呢？除咗有個大 L 型望住個維港景之外，可以睇埋煙花，仲有一個布丁最中意嘅樓梯屋啊！呢個玻璃樓梯仲會有個玻璃小房仔，呢間房仔留俾布丁都 OK 啊！陣間布丁就帶你哋睇埋個無邊際泳池，而家就帶你哋睇咗4房4套先啦。隨住日間陽光角度嘅改變，玻璃會折射出唔同嘅光影效果，簡直就係一件大型嘅室內藝術裝置。所有睡房除咗設有大面積嘅玻璃幕牆，仲會同個廳望嘅同一個景觀，都係望到維港煙花景。主人睡房設有特大嘅衣帽間，除咗空間感極強，可以做到真正嘅山邊落床，仲可以瞓喺度望住維港景。點少得睇埋個6星級嘅主人浴室呢？雙洗手盆設計，仲會有個咁大嘅鏡櫃，可以男女主人同時一齊梳洗嘅。眨眼啊，上到嚟呢個天台，帶你哋睇咗個無邊際泳池先啦。如果你哋都想了解更加多關於渣甸山呢個駿譽嘅新樓盤嘅話，就快啲聯絡布丁啦。